防疫期间尽量留在家里，没有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要戴口罩，不要在外面吃东西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我昨读册读到半暝3点呢。哇，你遮认真哦！啊，你几点开始读的？2点55分啊。学了一个查囡仔，哎哟，真水，毋是真辣。因是人类，毋是食物。介意一个查甫的，爱注重伊的内在，毋是伊的钱。因是人类，毋是银行。哦，遐落来线顶作业伤济啊啦！目睭强要青眉啊！恁有啥物唔好好爱护恁的目睭咧？跟着六弟用台语朗诗。宋大小虎，基金属酒，作者唐王勃，生缺傅三秦，风烟望五丁，衣冠200亿，当时范幽人。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别离。武为在岐路，儿女共占军。诗文赏识，产钱互伊着当安城。你说要奔赴属地，却是一片烽烟迷蒙。离别的时，无限的感慨。你我拢是远离故土，在仕途上奔走的游子。人世间只要是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即使远在天涯，嘛敢若参照伫身边。毋通伫分手的时徘徊忧伤，像多情的儿女共款，任由目屎滴淡衫裤。王勃的这首赠别诗，甲一般的送别诗无共的是，伊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。写送行的地点，甲友人要去的所在，暗示了朋友之间依依不舍的亲情、友谊，煞来安慰朋友。两人的处境相共，感情一致，使对方袂因为甲己友分别来感觉孤单。虽然分隔两地，只要朋友之心，保持着真挚的友情，就亲像近在咫尺，这就使人心胸开阔，一扫忧愁悲苦的离情。最后劝慰友人，毋通做儿女之谈，勿重离情亲。表现了诗人开朗的胸襟，全诗经调和哦，气象开阔，互初动的诗段带来了一种清新的气息。这种精神发展落去，直接影响性动气象的产生。最后，佮教我念一摆：宋大小虎，基金属酒，作者唐王勃，生缺傅三秦，风烟望五丁，衣冠200亿，当时范幽人。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别离。武为在岐路，儿女共占军。传承优雅的台语文化，对你我做起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来看。Your camera 每晚暗时2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等下，卖总播，唔通我袂来，恁唔通我过来哦。歹势啊！毋过你爱的这个是较真正需要隔离。肝若歹，人生是黑白的；肝若好。